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14，诗篇56篇11安尼讲：我靠上帝，我就袂惊。人会当甲我安怎？三个来祈祷，互阮袂惊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伫太初以前就有，伫过往的日就看过，伫今日还在保护，伫将来也要安尼施恩的永在上帝。主啊，你伫阮未出世就定着阮的一切，伫阮一落地就为阮安排美好的计划。你予阮每一个脚步拢是稳定的路，主啊，阮的一生拢伫你的手中，因为你是阮的生命的主。主啊，伫人生有时的大水波浪中，一定有时的黑暗，看无头前的路，有时受到的攻击，要予阮来惊吓，总是主啊，愿我靠你，阮就袂惊。人会当甲阮安怎？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